今日我哋一齊回望香港50年代嘅舊時光。好多人話50年代嘅香港係一個好樸實、好簡單，但亦好艱難嘅年代。個個經歷過戰亂，社會慢慢由動盪平靜落嚟，人人只求溫飽，只求安居樂業。嗰陣時嘅香港冇高樓大廈，冇繁忙嘅車流。街頭巷尾都係濃厚嘅人情味道，大街上係舊式唐樓、木樓、街檔同攤販，日日朝早好早已經開始熱鬧，街坊鄰里互相幫忙，大家守望相助，關係簡單、真誠又溫暖。當年生活條件唔好，物資短缺，大家過得好節儉，冇而家嘅便利，生活唔會日日消費娛樂。大部分人踏實做工，默默耕耘，為咗自己同家人嘅未來捱盡辛苦。雖然個個生活清苦，但係人心淳樸，社會氣氛平靜。呢個年代亦都慢慢奠定咗香港日後慢慢起飛嘅根基。時光一晃幾十年，舊日嘅街道、舊式嘅建築、昔日街坊嘅模樣，而家已經慢慢消失。回望50年代，唔單止係睇緊舊照片，更加係懷念當年種種簡單、真實、堅韌嘅香港精神。呢段歲月係屬於舊香港最寶貴、最難忘嘅一段回憶。如果你都同我一樣，深愛着香港呢片土地，懷念昔日嘅風光同溫暖人情味，記得幫我按讚 like 呢條影片，分享俾身邊嘅朋友，同埋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開啟埋旁邊嘅小鈴鐺，咁樣有新嘅香港歷史同懷舊影片，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睇到啦。你或者你嘅長輩又有冇聽過或者經歷過50年代嘅香港故事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分享你嘅想法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